国内大肠镜的检查有新的发展，台大病院、国泰病院甲业者合作，成功做出一套大肠镜是 AI 侦测系统哦，嘛已经通过认证许可咯。这套新的系统是当来提升大肠镜检查的效能，准确率有9.5%。即便是这么不容易发现的它事实上一下子就把它框起来透过 AI 的协助，医师进行大肠镜检查时，把科技的病灶标示出来，会使发现人工检查真好发现的肉钱。工作的过程里头，大家就会发现说，哎呦，这个 AI 他们在抓这个病灶的地方，居然抓的比我们人还多。肠胃科医生大概做到7、8台，他可能就感觉到有一点累了。可是他如果一天做到10几台、20台，相信在他眼睛已经很疲劳的情况下，说不定有些病灶他可能就漏掉。医师做大肠镜的时候，小于5 mm 的小息肉的遗漏率是23%。台湾每年被施行的大肠镜大概是40万，这样的一个检查，它的品质不好。那会造成的后果是有多么的严重？台大病院、国泰病院甲科技业者合作，以3000多个病患、每40万张的影像资料，训练 AI 人工智慧，开发出会使搭配现有大肠镜设备的 AI 侦测系统，伫进行大肠镜检查时，提醒医师可能漏到去的病灶，准确度达到95%。单一医院的在信度、效度上面都可能在模型的开发会有问题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开发一定要跨院。这套系统目前已经通过是药署的医材许可，目前也无确定正式上路的时间会有健保的补助。这套系统也等咧甲各病院合作进行在医区的临床计划。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。